歡迎大家。問題？夏文月喺邊度啊？見唔到夏文月喎。唔使急，最緊要快，搵夏文月。大家好，我不是網紅，我係夏文月。3、2、1。文月點解要做呢一個頻道呢？我喺生活上面學識好多嘢，我好想同大家分享，所以要做呢一個頻道。咁你想分享乜嘢啊？我想講下城市人生活緊張，返工照顧家庭，好容易令到身體出現毛病，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嘅健康秘訣。我之前唔識保養，所以令到骨骼受傷，健康變得好差。好彩我認識到好嘅醫生，佢哋教咗我保健嘅方法，我仲邀請咗一啲醫生朋友嚟教大家。當然，健康嘅人就會想扮靚，我又會同大家分享下自然瘦身、健康飲食嘅方法。哈哈哈！我仲會講下醫學美容嘅重點㗎。唔好意思，我仲有個人喜好，就係鍾意啲品牌嘢。係咪諗住我會分享品牌嘅知識？太膚淺啦！我會用生活嘅角度去分析品牌同我哋嘅關係。不論大家對邊樣有興趣，我都歡迎你一齊分享。咦，夏文月呢？唔使搵我，下一集6月26日到時見。第一集會有我嘅必殺技，敬請各位留意。各位親愛嘅觀眾朋友們，請容我澄清，此前所述嘅內容並非夏文月這個頻道嘅真正初心。尊貴嘅觀眾朋友們，如果你想了解夏文月為何創立這個頻道，請給我一個機會，我將衷心向你們分享我的初心與故事，敬請期待。感謝你們嘅包容與支持，待續。